海獅良心老闆蕭偉堅墮樓離世，一個香港老字號的興衰。大家好，歡迎收睇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時事觀察節目。今日呢條片我哋唔係做八卦，唔係做煽情，而係想用最尊重嘅方式帶大家回顧一位香港老字號創辦人海獅餅店良心老闆蕭偉堅，佢嘅人生、佢嘅堅持、佢嘅困境，同埋佢最後不幸墮樓身亡嘅整個事件。呢條片值得你睇到最後，因為蕭偉堅嘅故事唔只係一間餅店嘅興衰，而係一代香港人嘅縮影。喺開始之前，提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哋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頻道，撳個 like、share 埋呢條片，仲有落下面留言同我哋互動，你就可以喺未來接收更多香港嘅社會熱話。海獅餅店良心老闆蕭偉堅墮樓身亡，海獅興衰破產困境，最後歲月全解釋。第一部分，事件經過。2026年5月10日下午，觀塘偉業街建邦工業大廈155號發生一宗墮樓意外，死者為70歲前海獅餅店創辦人兼東主蕭偉堅蕭 Y King。他與員工懷疑工場遇竊，上樓巡查期間失足墮樓，送院後證實不治。事件迅速成為全港新聞，觸動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事發詳情：時間下午約5時16分，地點觀塘偉業街155號建邦工業大廈 Kimball Industrial Building 內的麵包工場，與比鄰的南華工業大廈或華南工業大廈157到159號相連，兩棟工廈之間有棚架，每板連接，如同通道。過程：工場懷疑遭爆竊，有電線被剪斷偷走，後門被打開。蕭偉堅與多名員工分頭搜索，他上天台檢查期間爬出棚架追尋可疑人蹤影，而失足從高處墮落，跌至3樓外牆冷氣機喉管每槽位，重傷昏迷。救援：消防員花約1小時將他救出，由救護車送往聯合醫院，搶救後不治。警方行動：封鎖現場調查，翻查閉路電視，追緝在逃賊人，目前未有發現。事發工廈部分業權原與海獅餅店或相關人士有關，海獅高峰期持有工廈物業。第二部分，蕭偉堅係點樣嘅人？如果你問曾經喺海獅做過嘅員工，10個有9個會同你講，蕭生係真心錫員工嘅老闆。佢唔係坐辦公室嗰種老闆，佢係每日落工場親自做餅、親自試味嘅師傅，事事親力親為。即使生意高峰期擁有50多間分店，約800名員工，佢都經常落手落腳搬貨，跟進生產。海獅餅店最出名嘅產品，例如豬仔包、牛角包、咖喱角、黑森林蛋糕等，都係佢一手一腳由餐廳時代開始摸索同改良。雖然唔係每款如老婆餅、蛋撻、合桃酥都有公開指明係佢親手獨創，但佢作為師傅級老闆，長期親自參與研發同把關口味，確保維持老香港真材實料嘅特色。佢唔識包裝自己，唔識講大話，但佢識做餅，識對人好。2013年左右，海獅招聘司機時，以月薪1.3萬元兼包住宿，更將牛頭角唐樓單位改成員工宿舍，公司包基本家具、水電費，員工自付，吸引過半司機入住，一時被譽為良心老闆，員工拍手讚好。呢種做法喺當時香港零售飲食業好罕見，反映佢真心關心基層員工生活。第三部分，海獅餅店的興衰，一個香港品牌的縮影。海獅餅店曾經係街坊餅店嘅代表，佢唔靠廣告，靠嘅係1. 真材實料，每日新鮮製造； 2. 平實價錢； 3. 老香港味道，陪伴幾代人嘅豬仔包同埋蛋撻及蛋糕等。高峰期1980年，由蕭偉堅同兄弟姊妹以海獅餐廳起家，1990年代轉型專營餅店，業務包括生產、製造、分銷，發展成逾50間分店嘅連鎖品牌，仲有副線麵包秀同半熟工房，由兒子蕭霆鋒主理。但香港零售環境喺過去10年急速變化，租金一年比一年貴。海獅本身持有部分物業，本意係對沖租金波動，但後期高槓桿投資失利，
大型連鎖店同新式烘焙品牌壟斷市場，疫情令街坊店鋪雪上加霜，現金流大受影響，原材料成本暴升，飲食潮流改變，麵包店的隱形打擊，這個係我哋嘅觀察。168斷食這個潮流在近年傳播很快，成年人不吃早餐嘅潮流對麵包店造成影響。近年越來越多人嘅上班族早上只飲清水，中午先食第一餐。再加上網上流傳空肚食白麵包會令血糖急升，血糖波動會加速衰老。雖然營養界對此並無一致結論，但係飲食習慣已經改變。以我哋自己嘅觀察為例，近年我哋身邊越來越多後生一代，例如我哋以前有位00後女同事，佢每日返工都係唔食早餐。對於我哋呢啲由細到大被教育一日3餐要定時嘅人嚟講，唔食早餐聽落好似好傷身，而醫學研究亦指出，長時間空腹會令膽囊唔收縮，膽汁滯留得耐，有機會增加膽結石嘅風險。但係要講清楚，唔食早餐唔係一定會有膽結石，只係其中一個風險因素，仲要視乎體質、飲食習慣、肥胖、家族史等多個因素。換句話講，唔食早餐係咪健康，其實仲未有定論。而麵包店最重要嘅收入來源之一，正正就係早餐時段，所以呢個潮流確實帶來衝擊。從大班西餅也已結業，甚至連老牌鎖餅店聖安娜餅屋都在近年嘗試兼做兩領飯求生的情況可見一斑。第4部分，致命一擊。喺創業項目入面，開麵包店有一個好特別嘅優勢，就係你每日收嘅全部都係現金，而供應商嘅貨款可以喺30至60日後先還。換句話講，今日賣麵包，今日收現金，今日用嘅原材料2個月後先俾錢。呢種模式對任何做實體生意嘅人嚟講，都係一個極強嘅現金流優勢。而正正因為咁，對於擁有大量分店嘅麵包店老闆，呢種現金流好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式嘅財富感，呢個就係令佢哋走上絕路嘅真正原因。因為佢哋會誤以為現金流真正嘅盈利，從而以為自己承受得起更大嘅槓桿。麵包店每日都有大量現金湧入，但其實當中有一大部分係未來要還嘅貨款，只不過因為付款期延後，令老闆以為自己手上握住大量可自由運用嘅資金，於是有現金在手，供應商未追數，分店越開越多，現金流看似越來越強。呢種現金流假繁榮會令老闆更容易走上高槓桿投資之路，尤其係地產，特別喺香港，透過物業一買一賣賺到嘅日價可以非常驚人。因為地產有槓桿、有升值故事、有銀行願意借錢，而麵包店每日嘅現金流又足以支持供樓供息。所以對於當時嘅海獅老闆嚟講，用麵包店嘅現金流去撐地產投資，變成一件看似合理甚至幾乎必然會做嘅事。一個數千萬嘅物業，幾年後可以用超過1億元出售，呢種誘惑真係大到好難拒絕。而佢哋確實走咗呢條路，然後就係致命一擊。蕭氏夫婦自2014年起開始高槓桿投資地產，高峰期持有約60個物業，市值曾達10億。但樓市調整加上新冠疫情衝擊，令槓桿開始反噬，租金收入減少，物業估值下跌，嗌銀行要求補倉，利息成本上升，現金流斷裂，最終負債估計達12億。由2022年開始拖糧慶拖 MPF Tom 租金，供應商追數，分店接連結業，去到2024年，海獅食品有限公司被高等法院頒清盤令，品牌全線結束，蕭偉堅本人亦被頒破產令。一個靠實業白手興家、重視員工同產品質素嘅老闆，最終因地產槓桿翻船，成為香港家族企業興衰同樓市周期嘅縮影，令人唏噓。第5部分，破產後的蕭偉堅仍然每日返工場。清盤後，蕭偉堅本人亦被頒令破產，但佢冇放棄，佢仍然每日返工場，繼續做餅，繼續方法重建品牌。有員工話，蕭生破產後仲係照顧我哋，
佢自己都唔夠錢，但從來冇拖糧。呢種老闆喺香港已經越來越少。第六部分，最後歲月，一個老香港人的堅持。佢嘅最後幾年可以用3個字形容：硬撐住。佢唔係為咗賺錢，佢係為咗守住一個品牌、一班員工、一種味道。佢嘅人生係好多香港中小企老闆嘅縮影，逆境中仍然企得住，明知難但唔肯放手，失敗咗仍然想再試一次。佢嘅離世唔只係一宗意外，更加係一個時代嘅結束。對於近年仍然硬撐住的老闆來說，一首近年爆紅的網絡歌曲《怎會有人知你的苦》，正正道出他們的心聲。節錄副歌的歌詞，一路跌跌撞撞奔向遠方，不知前面是地獄還是天堂。賺了好多的委屈，不知對誰講，只能一杯苦酒敬過往。世人時常提起的烏托邦，能否解我的一身惆悵？恍然漂泊了半生，如大夢一場，徒留夜半淚兩行。第7部分，我們應該記住什麼？蕭慧堅代表嘅唔只係海絲餅店，佢代表嘅係老香港嘅手藝，對員工嘅義氣，對產品嘅堅持，對品牌嘅責任。今日我哋唔單止係報道新聞，更加係向一位曾經努力守住香港味道嘅老闆致敬。如果你對海絲餅店有回憶，又或者你身邊都有一啲默默撐住生意嘅老闆故事，歡迎喺留言區分享。